来看高雄燕巢，这有影是足危险的。今早起呢，有一台载钢骨的拖帮车，登弯的时阵物件无绑好势，这3栋的钢骨规支连落来，甲路边的电火条弄断，加在是无人受伤。不过这事故呢，也互附近的500多户失电。台电表示讲，会甲这司机讨赔偿。 拖班车停伫路里，顶悬载钢骨有骨机已经坏伫咧路边。拖班车司机是67岁姓王的查甫人，20早起7点左右载规车钢骨驶来燕巢的高速路遮，疑似物件无固定好势，一支3栋重的钢骨就安尼飞落来弄到电火条啊！有住户听到声赶紧出来看，一看到这副模样，拢感觉真正是好加载。伊若来上班时间的，这大学都爱偌济呢？真正好加载，无对啊，我就幸运啦。 代志拄着无人愿意啊！由王姓男子驾驶的营业一引车，因货物未妥善固定，行驶间掉落撞倒路旁电线杆，所幸无人伤亡。王男经初步检测无饮酒情事，详细噪音将由交通大队分析鉴定。因为钢骨弄到电火条啊，嘛甲电线扭断，造成附近513户失电。 台电紧急处理，7点半先复电439户。不过因为钢骨无调走，台电就无法度抢修。附近汽车修理厂头家讲，人到工厂门拍未开，才知无电。今仔日生理可能无再调做啊。安尼影响到你今仔做生理无？会啊，较会无啊，即马无多开啊。你有啥物物件要调去用互人的无？即马目前还没有啦，都预约的啦，我都有跟人家说，今天没办法做了。目前剩74户停电中，同仁目前正在全力抢修当中。 对于肇事者造成的损失，本处将依章索赔。因为抢修爱甲电线、电筒、电条拢换新的，到下晡5点为止，工程人员拢也咧无经接电线甲装电筒。台电表示，损电的状况超过因按算的，因会尽全力赶紧复电。记者柯亚如邱超雄高雄场报道。